一年一度的联合杯全国作文大赛登场，今年迈入第19年，与皇宫一样捐助10万在台南的初赛。这回国小、国中、高中总共有1020名考生，到考率94.89%。由于题目相当灵活，贴近国高中升学考试的指标，让不少家长带着小孩来报考。经验值啊，训练写好文章，他的事情跟他的人生也会非常的圆满。台南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志雄也特别到场关心比赛状况，针对国9题目，我对并不一定是你错，指出看法。那这个题目很好，是能够从别人的观点来去看待我们所认为一定是对或错的事物，那重新再反思。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做法。那到了高年级的部分，已经到高中的层次，必须要对焦考大学学测。那我们也发现，孩子不是只有了解自己的生活经验，必须对一些理论或是一些我们所知道的这个知识能够加以善用。在家长端可以做一个共情的部分，我们多分享感受给他，多带他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但是不是只是跟他说哦好好玩、好有趣，是多把自己的感受分享给他。那当然，平常的时候如果可以多阅读的话更好。这几年的写作内容与范围，除了有传统的认知批判，又多加入情绪情感的支持，且不少题目都需要自定，像是高中组题目为在社会潮流中，我选择分享在求同或利益当中的体会，让考生直言下笔前要先思考一下，从自身的生活经验中梳理构思，依然是很好发挥，不会太难。记者宋海棠的报道。